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可嘉媽媽，好歡迎你嚟到我嘅頻道。而家踏入5月中旬，天氣越嚟越熱，又濕又焗，梅雨天正式到。好多平時你以為好普通、好新鮮嘅食材，呢個時節隨時變成毒藥，輕則肚痛、嘔吐、食物中毒，重則直接送入 ICU， 器官衰竭，分分鐘冇命。好多人就係貪平貪新鮮，或者係人哋白送俾你照食，最後搞到全家出事。今日我用幾件近期發生嘅慘痛案例，逐樣話俾你知。5月絕對唔可以亂食嘅嘢，點樣分辨有毒嘅食材，中招後應該點急救，全部都講到最詳細，聽完可以救你一命。近期廣東、香港、大灣區發生咗真實嘅事件，全部都係5月天食錯嘢惹嘅禍。第一個案例，廣東佛山有一戶普通家庭，阿媽見街市嘅涼拌海蜇、滷菜好平，又話今日新鮮出爐，買咗一大碟返屋企，一家人3口當晚就食。點知凌晨全部人開始劇烈嘅肚痛，上吐下瀉，細路仔仲發高燒、暈，即刻送醫院。醫生檢查之後話，佢哋食嘅涼拌海蜇，因為5月天溫度高、濕氣重，無牌嘅攤煮食材冇冷藏，細菌大量咁滋生，產生咗劇毒腸毒素，一家3口全部食物中毒。細路仔直接留院觀察3日，阿爸阿媽都吊咗1日針，真係好驚險。第二個案例更加恐怖，發生喺香港，一位62歲嘅阿伯晨運經過街市，見到檔口免費試食新鮮炸嘅大魚、油浸海鮮，檔主話今日啱啱運到，免費試食。阿伯掛住免費，唔食白唔食，連食咗2嚿炸魚，當日中午就開始嘔吐、四肢麻木、呼吸困難。屋企人即刻叫咗救護車送院，即刻入咗 ICU。原嚟呢批海鮮已經輕微變質，經過高溫油炸都殺唔晒啲毒素，含有強力嘅組胺，人體食咗會破壞神經同埋呼吸系統，隨時休克死亡，白白足足喺 ICU 搶救咗5日，先至執返條命，真係差啲冇命。第三個案就係發生喺廣州白雲，一對夫婦見屋企樓下嘅超市平價大特價，買咗一堆發毛切咗照樣食嘅粟米、芋頭、番薯。好多長者都係咁，覺得發毛嘅地方切咗佢，剩低嘅就冇事。結果第2日兩公婆同時劇烈肚痛，肝臟指數飆升，原來發毛嘅食物入邊有黃曲霉素，根本肉眼睇唔晒，已經滲透咗成個食材。黃曲霉素係一級致癌物，一次大量食用直接損傷肝臟，嚴重嘅會急性肝衰竭。丈夫差啲要洗肝，2個人前後使咗幾萬蚊醫藥費，真係因勢失大啊！講完呢3個真實案例，大家應該都醒覺。5月呢個季節真係咩都唔可以亂食。今日再重點同大家講5月中旬5種高危食物，輕則中毒，重則 ICU， 白送俾你都千祈唔好要。第一樣，無牌嘅涼拌菜、滷菜、撈汁小海鮮。5月天濕熱，細菌繁殖速度係冬天嘅10幾倍、幾十倍。無牌檔口冇專門嘅冷藏，冇保鮮嘅設備，涼拌海蜇、涼拌木耳、滷鴨、滷蛋、撈粉絲，呢啲全部都係高危風險。只要擺放得超過2個鐘，就會滋生沙門氏菌、大腸桿菌、腸毒素，食咗即刻上吐下瀉。實在想食，要懂得分辨方法。第一，睇環境，街邊無牌流動攤一律唔好買，
第二，聞氣味，有少少嘅酸味，即刻唔要。第三，睇顏色，發硬、發黏、出水多嘅絕對唔好食。第二，變質嘅海鮮，平價、死魚死蝦、免費試食嘅海產。五月海鮮係最容易腐爛嘅、變質嘅、死咗嘅帶魚、黃花魚、蝦、蟹，一旦唔新鮮，就會產生大量嘅早胺。早胺耐高溫，你煎、炸、蒸都殺唔死佢，食咗仲會皮膚紅腫、頭暈、呼吸困難、休克，直接入 ICU。買海鮮嗰時一定要識得分辨，魚眼甩入去，魚肉軟身，一近就散，仲有腥臭味，絕對唔好買。任何免費試食嘅海鮮，炸魚、油浸魚，一律唔好試。免費嘅代價，隨時都係條命。第三，發毛嘅番薯、芋頭、粟米、花生，好多長者同埋家庭主婦見到啲食材發毛就切咗佢，好嘅部分繼續食，大錯特錯。黃曲霉素已經深入成個食材，肉眼睇唔到，高溫都殺唔死，一次食用急性中毒傷肝，長期食用直接致癌。只要見到有少少黑點、發毛、發霉、有苦味，直接丟咗，千祈唔好捨唔得。第四，路邊冇牌嘅自製涼茶、花草茶、野生菌。五月天好多人鍾意飲涼茶清熱，但係街邊冇牌嘅自製涼茶，亂加中藥，不明嘅藥草，劑量又唔對，直接飲會中毒傷腎。而家山邊街市有好多野生嘅蘑菇、野菌，話係冇毒野生嘅靚貨，其實90%都係毒菌。食錯一枝一朵，直接肝腎衰竭，無藥可救。記住，唔識嘅野生菌絕對唔好掂，無牌嘅涼茶千祈唔好飲。第五，隔夜飯、隔夜餸，常溫擺放熟食。五月天天氣高溫，隔夜嘅餸擺一晚，細菌就已經係成千上萬增殖啦。尤其係白米飯、糯米飯、炒粉、肉餸，會產生鼠樣芽孢桿菌毒素。呢樣毒素耐煮耐熱，翻熱幾次都冇用，食咗之後會嘔吐、屙肚，嚴重嘅脫水休克。同大家講咗兩個最重要嘅嘢。第一，食物中毒點樣急救？一旦食咗出現肚痛、嘔吐、頭暈、手腳發麻、呼吸困難，第一，即刻停止食用。第二，飲大量嘅溫水催吐。第三，即刻送醫院，千祈唔好拖。五月中旬濕熱毒素重，食材好容易變質產生毒素，千祈唔好貪平、貪免費、貪方便，一時貪新，隨時賠上健康甚至條命。即刻將條片轉發俾屋企人、老人、仔女、親戚朋友，多一個睇就少一個中招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